金门厦门水hệ今年2月时阵发生中国船丙船有2个人死亡的意外。即马中国就讲，这个海域是无限制水hệ的问题。国民党立委是提案要来修正两岸条例第29条，甲管理这个水hệ的机关改做是海委会。也那咱的陆委会是讲，这个水hệ是要限制到倒，其实是由咱讲的来准算，无应该因为一个个案就要赶要甲人合商。 今年2月，金门水hệ发生中国渔民越界起落海巡对峙，致使快艇丙船2死的争议。中国方面随道否认，南方伫金门水hệ所划定的禁限制水hệ，引起两岸紧张。国民党立委陈永康、洪晓玲提案修正两岸关系条例29条，希望将公告金门马祖禁限制水hệ的机关由国防部改做海委会。日内举办公听会，要收集各界意见。适不适合？ 我们把我们所实质管辖的这个范围，要拿去和对方做协商，然后让对方承认一个这样的范围，这样可能也是有一点不太适当。如果要做变更，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，这已经不是本会的权责哈。 陆委会是讲，禁限制水hệ的范围，希望转来到甲中国过去的共识。公布是表明无影响建备任务的情况，会当配合未来相关修订。学者分析，金马禁限制水hệ的公告，连说是军事机关改做执法机关，安尼有宣告主权政治的意义。 由军事机关转为执法机关公告，等于再一次的宣告我们的禁限制水域。海巡署。 的执法象征我们的主权，让这个过程能够产生一定的国际上面宣传的效应。禁限制水hệ若做该由执法机关公告，嘛引起两岸问题内政化议论。唔改正以东沙群岛做例，即马由海巡主地嘛无损害主权的问题。学者王正武是讲，会当参照台日渔业协议，甲中方协商有关维系禁限制水hệ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